各位觀眾，好榮幸啊！今日又揾到一間全世大宅獨立別墅嚟嘅，可以睇到我哋外觀咧，全部係大理石掛頂嘅，相對嚟講係比較好打理嘅。平時咧日常維護沖佢、洗佢就 OK 啦，唔需要再話幾多年後又要噴漆啊或者點樣，呢一邊咧就唔需要嘅。呢個係中山市區博愛路上嘅一個獨立別墅，係大裝修嘅，即見即所得。地上咧有3層，地下有1層，可以用到嘅面積咧有8-9千尺嘅。四周圍都係花園，我哋依家喺後花園嘅位置，喺我哋客廳望出嚟咧就係自己嘅花園啦。呢個別墅區嘅入住率咧真係爆棚嘅，周圍嘅鄰居都非常之 OK， 住得喺呢度咧都係非富即貴，即係圈層上咧都比較 OK。如果係做生意嘅朋友咧，超級適合，到時相互之間交換下啲資源就可以蒸日上啦。呢個位置咧就屬於自己後花園啦，都預留咗一個泳池或者做魚池，隨自己中意啦。反正呢個就唔大嘅，細細地一個水池仔，養魚又得，泳池又得，睇翻自己用途。我哋睇下呢邊，呢邊屬於一個宅花園嚟嘅。我哋周圍睇下呢個別墅嘅感覺。呢個位置咧，中山市區博愛路上啦，出去咧出則繁華，入則寧靜，就喺我哋五季山脈下邊嘅位置啦。就屬於天然氧吧嘅感覺，即係空氣流通比較好。相對嚟講對一啲長者或者後期喺呢邊居住都比較 OK。隔離鄰居咧，周圍都喺度裝修緊嘅。呢個小區目前入住率真係我睇咁多別墅區裏面咧就比較 OK。呢個位置相當於係全花園。平時咧我哋喺呢度揸車翻嚟泊入嚟咧就屬於佢自己車庫啦。大概咧如果大部嘅就泊1部，細部咧可以泊2部咁樣。咁第時唔夠泊嘅話，可以泊自己花園，或者喺我哋門口出邊嗰啲馬路邊咧，都屬於我哋自己可以泊嘅位置。呢個位置望入去咧，就係我哋啱先喺度拍視頻開頭嘅位置。OK， 我哋就唔行呢邊啦，我哋行翻呢邊有個閘門入去嘅。呢個別墅咧，相對嚟講係即見即所得嘅。如果有啲老細又想揾別墅，又懶得裝修嘅，又冇時間裝修嘅，呢個別墅就好啱嘅。拎包入住，隨便下換下啲家私或者配下啲嘢就可以入住噶啦。因為家私方面咧，蘿蔔青菜啦各有所愛，唔一定每個人都中意嗰種咁嘅家私，係咪？呢個位置咧，相當於我哋日常一個玄關位咁樣，你可以擺下啲飾品，擺下啲畫咁樣，睇翻自己嘅用途。咁過嚟呢度位置咧，第時你可以設計一啲放鞋嘅訂製櫃或者喺度剝鞋睇下啲景或者擺下一啲有裝飾嘅飾品喺度做一個點綴咁都可以嘅。咁呢個係屬於1樓嚟嘅。咁右手邊咧有個公區嘅洗手間，呢度位置上去咧係我哋2樓、3樓嘅。咁呢個別墅咧係有電梯嘅，唔使擔心冇電梯。呢個位置上落去都 OK 嘅。1樓、2樓咗一間房，年紀大嘅時候或者可以俾我哋長者住、父母住都 OK。2樓咗一個採光井嘅，我哋因為冇拉，所以咧光線唔同。入邊有洗手間，有乾濕分離嘅，即見即所得呢個別墅。只要你啱得噶啦，仲可以傾價錢嘅。OK， 電梯上落嘅，呢度就係中空大客廳啦。呢個有6米幾嘅中空大客廳，唔會有壓迫感嘅。我覺得坐喺度都好舒服。唯一咧啲家私上咧就可能唔係每個人中意噶啦，因為啲家私咧真係比較特別。點講咧？要睇翻可以接受佢嗰種人群，因為嗰種家私咧依家好似唔係咁中意噶啦，都比較中意現代 feel 啲，所以第時要自己訂翻一啲家私。當然如果 OK 嘅呢啲家私冇問題嘅，就拎包入住。呢個位置望出去咧就係我哋啱先拍視頻開頭嘅位置。咁我哋客廳咧大致係咁樣，我哋望下啲餐廳位置咯。呢度咧就係一個公區食飯嘅位置，即係我哋個餐廳位啦，做咗8-9人嘅一個長台位置，一個位置咧只係適合放長台。當然屋企人少嘅情況下咧，換翻圓台都可以嘅，3-5個人嘅話。落地大玻璃，咁有個廚房 U 型嘅設計嘅，可以欣賞下呢個廚房。啲櫃全部做好晒㗎啦，櫃電器全部有齊晒嘅。呢度擠得落去雙門大冰箱，其實整體個空間咧3-5個人一齊煮飯係 OK 嘅。我哋就唔再多講啦，因為時間比較緊迫。我哋睇下負1層。當然，如果我哋到時有啲咩咧冇講到嘅，你又想知嘅，可以留言俾我哋。我哋可以從呢度位置咧感受下出邊嘅景觀，因為啱先可能忘記講咗，就係我哋5季山脈腳下嘅別墅區。
相當於呢個別墅咧背有靠山，又面水，負一層咧全部都係娛樂空間嚟嘅。咁呢邊咧係做咗雙層隔音玻璃，採光係冇問題嘅，都做晒防水㗎啦。娛樂區啦，可以有啲朋友過嚟傾下偈，甚至咧到時你可以換翻一啲波台啦、健身器材啦，都可以提翻個人嘅興趣啦。呢邊都係娛樂區嚟嘅，依家擺嘅嘢只係大致參照，可能每個人咧真係追求唔同嘅。第時甚至你可以揀一個 KTV 房出嚟都可以，睇翻你個人興趣。有啲中西廚嘅，呢邊只要係中斗台啦，有個西廚嘅，裡面仲可以煮飯嘅，預留咗位置俾大家嘅。咁我哋啱先都睇到啦，呢個位置咧其實係個採光井嚟嘅，其實可有可冇嘅，到時唔需要嘅話，自己可以封埋佢都可以嘅。負一層咧，大致係咁樣一個娛樂空間，上邊啲空調啊、燈飾啊，全部做好晒嘅。啲窗簾咧拉翻去就可以用噶啦，仲好貼心做咗防蚊網嘅。因為有啲朋友仔咧真係比較怕蚊嘅，咁有呢啲嘢就比較 OK 啦。甚至咧第時如果買啲防蚊嗰啲嘢翻嚟就 OK 啦，全部做好晒嘅，即見即所得。呢邊仲有個水吧同埋一個客房仔，亦可以叫工人房吧。比如呢間可以做一個日常嘅洗衣房，因為我哋時間比較匆忙啊，所以冇打燈。洗衣房嚟嘅，過嚟呢度咧，我哋可以作為一個工人房。工人房咧佢係透間㗎，裡面有個洗手間嘅，洗手間都做埋乾濕分離啊，有落地大玻璃啊，有埋冷氣啊，全部做好晒㗎啦。OK， 呢邊咧仲有一個公區嘅洗手間都做埋㗎啦。咁呢個別墅嘅負一層咧，大致係咁樣。咁我哋上去睇下2樓同埋3樓。2樓主要係做房間嘅，呢個位置咧就係我電梯上嚟嘅位置啦。當我哋喺2樓企住欣賞下我哋中空大客廳咧，好舒服嘅。比如我哋可以想像下，當我哋屋企人喺1樓喺度傾偈睇電視嘅時候，你喺2樓望住佢哋嗰種感覺咧，我覺得幸福感爆棚嘅，寫意。咁望出去咧嗰種感覺咧，就係周圍都係別墅嚟㗎啦。咁呢個位置咧係做咗一間房嘅，呢間房都係透間。我哋往呢度睇咧就係一個衣櫃啦，相當於係衣帽間咁嘅位置啦。呢邊有洗手間嘅，做咗乾濕分離，仲有落地窗嘅。呢個位置咧相當於一間客房，或者俾我哋一啲 baby 房都可以嘅。咁喺呢個位置，其實我哋可以欣賞出去咧，就係我哋一啲富豪嘅獨立別墅，好靚仔。特別隔離嗰幾棟咧就好靚嘅。其實整個別墅區入住率真係爆棚嘅，仲有碧海藍天嘅感覺。如果生活喺呢個別墅咧，我哋出去小區門口係有商業嘅新鮮超市啊，即係買菜食飯嗰啲係有㗎啦。咁遠少少，我哋去中山市區，即係遼國廣場啦、星豪 CocoCity 啊、Top Park 呢啲地方都可以實現。呢個係大啲嘅一個透間，可以做長者房、做客房都得。因為我覺得呢間房咧好得意嘅。第一，佢採光夠大，房夠大，又有露台。比如兩夫妻其中一個有抽煙嘅話，晚黑咁喺出邊抽完煙翻嚟瞓覺，或者每日早上我哋起早床出去陽台呼吸下啲新鮮空氣，或者耍耍太極，我覺得係 OK 嘅。露台方面，裡面咧都係透間，我哋攝影師可以稍微走入去望下，有衣帽間、有洗手間嘅，全部做好晒㗎啦。其實呢間別墅咧真係唔需要太大去乜嘢就可以入住㗎啦，即見即所得嘅。當然，既然帶裝修，價錢肯定會比嗰啲清水樓要貴少少嘅，因為畢竟裝修一套別墅點都要2-3年嘅嗰啲咁大嘅別墅。呢間房咧，我哋其實可以叫佢公主房，有採光啦、大床啦、有衣帽間、有洗手間，全部鑲好晒㗎啦，設計好晒俾大家嘅，真係可以達到一個拎包入住。咁通常我哋一個朋友，如果出去個交通咧，除咗我哋啱先講嘅揸車咧，仲可以做咩啊？坐高鐵。高鐵嘅話可以上到北京、上海啦、深圳啦、香港啦，都 OK 冇問題嘅。除咗呢啲咧，我哋就可以坐船喺呢個位置過去我哋中山港新碼頭坐船翻香港，僅需要60分鐘就 OK 啦。睇呢間房之前咧，我哋首先睇下我哋主人房先，真係好靚。呢個係我哋主人房嚟嘅，
透間嘅設計，好闊綽嘅。依家我哋就享受到別墅豪華嘅感覺啦。一個主人房就相當於香港一間300-500尺嗰啲細細地嗰啲房啦。仲有就係我哋可以喺呢度可以欣賞到鄰居周圍嗰啲咁樣嘅別墅景。OK， 呢邊嘅主人房咧大致係咁樣咯。具體個擺設同埋咩咧，要睇翻個人嘅情況啦。裏面有個衣帽間，衣帽間我哋可以睇埋。整個別墅咧地面3層㗎，地下有1層，可以用到嘅面積真係好闊綽嘅。因為依家有啲亂啊，裏面洗手間擺咗啲凳仔喺度。呢邊咧主要係衣帽間啦，有個書房啦。呢個書房係獨立出嚟嘅，第時你可以做衣帽間都可以嘅，睇翻個人嘅屋企家庭。因為唔同家庭嘅情況咧，咁啊佈置啊同埋用材咧都有啲唔一樣。最後睇到呢度咧，仲有間房添。呢度仲有間房嘅，呢間可以做一個客房，可以感受下。有啲女人 feel。咁裡面都有洗手間嘅。其實呢個唔係重點，重點係我哋出邊可以感受下。其實我哋3樓有個露台嘅。呢個露台咧，第時你可以種啲花啦，擺下啲肉肉啦，或者燒烤 BBQ 啊都可以。其實一啲都唔細嘅，空間好長嘅。可以一直到呢邊嚟，呢啲咁嘅空間你可以想象下，當你擁有之後，你會點樣用？如果係我嘅話，一定係種花，掛滿晒啲肉肉，或者搞啲樓頂式嘅山間流水。咁啊，隔離嗰啲都喺度裝修嘅，特別靚仔，周圍都喺度裝修入住率咧真係爆棚嘅。我聽有啲老細講呢度嘅一啲環境係超級多人中意嘅。如果你都對呢種咁嘅環境別墅區有興趣嘅話，不妨約我哋睇下實景。需要資料或者視頻嘅可以留言或者 WhatsApp 我哋。睇樓嘅話一定要提前預約，因為唔提前嘅話未必可以睇得到樓，因為日常咧我哋都會比較忙嘅。咁咧呢棟別墅咧只不過係我哋其中一個房源嚟嘅，我哋仲有好多各種各樣嘅別墅盤可以俾到大家參考。平時咧我哋工作都比較忙，冇可能達到一下子可以上到好多片俾大家，我哋會逐步去上啲片俾大家參考。中山、珠海、江門都可以安排，我哋就近啦，係咪？咁啊，除咗別墅咧，我哋仲可以安排啲大平層啊、住宅商鋪、寫字樓啦，都冇問題嘅。包括如果你睇樓適合咗之後，買咗之後咧，我哋會安排手續啦、辦證啦、交稅啦、裝修啦、安排家私啊，都冇問題。因為我知道大家有時真係好忙，需要一個好專業或者有需要幫得到手嘅 agent， 我可以幫你做到好多嘢。成棟別墅嘅大致嘅情況啦，地面3層，地下咧有負1層嘅，係一個獨立別墅，可以作為一個全城別墅啦。咁如果話有啲老細喺中山、珠海呢邊有做緊生意嘅，需要一個落腳點嘅話，我相信呢個別墅咧都係一個參考嘅標準。因為呢個別墅啦，第一夠大，你可以用作為一個家庭式住屋，亦可以做一個會所都可以。市周圍嘅花園你可以種花，搞下其他嘢都可以，係一個獨立別墅，出則繁華，入則寧靜。揸車出去幾分鐘就可以享受一啲大型嘅商場。我哋有利和廣場啦、星河 QQ City 啊、Top Park、大信新都會啊，呢啲都可以滿足你日常嘅一啲需求，都係5層高嘅大商場，應有盡有，衣食住行滿足晒嘅。咁喺我哋小區門口咧都有啲新鮮超市，你可以買餸煮飯，嗰啲係 OK 嘅，全部有齊晒噶啦。咁啊，仲有泳池啦、健身房啊，就喺小區門口就已經有噶啦。咁喺我哋門口咧，仲有一個巴士，市內嘅坐個巴士出去其他地方都可以，包括去珠海、佛山都冇問題。咁如果有啲朋友唔想揸車嘅情況下，又想去深圳點算呢？我哋附近有個位置叫博覽中心，你可以坐個跨城巴士去到深圳，然後再坐個地鐵通關返香港都冇問題嘅。通常呢啲咁嘅路程咧，都係個零2個鐘就可以返到嗰邊去噶啦，30幾40分鐘就可以去到深圳，然後跟深圳灣通關過去咧，都係1個鐘出頭。當然走廣州大橋嚟過嚟嘅話，相對嚟講就遠少少，都係1個半鐘到2個鐘就可以到呢邊嚟啦。咁你如果接受得到啲路程，咁我哋可以安排睇下呢個別墅。除咗呢啲交通方式嘅話，我哋仲可以坐高鐵北京、上海、香港、深圳都冇問題嘅。仲有我哋可以坐船，中廣城坐船過嚟咧，60分鐘過嚟到呢度咧，都係1個鐘出頭，基本上就可以完成呢個交通啦。咁啊，周邊咧
周邊仲有咩情況呢？第一咧，我哋有長江水庫，你可以爬山、釣魚。隔離咧仲有長江高爾夫球場，你打下高爾夫、打下波係 OK 嘅。5星級酒店周圍都有，所以整體呢個位置咧出則繁華，入則寧靜。對呢種大型嘅別墅有興趣嘅，可以留言或者 WhatsApp 我哋。我哋只不過係拍咗其中一個單位啫，我哋有大大細細各種單位俾到大家參考。今期咧基本上到呢度啦。對我哋呢個頻道有興趣嘅朋友，方便咧俾翻個 like 關注下我哋，我哋會持續輸出一啲豪宅嘅影片俾大家參考。我哋不忘初心，堅持落去，有你嘅支持，更加有動力。唔該晒大家。